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講關於醫療保險保費通脹嘅有關內容。醫療保險咧有陣時啲人就覺得唔係精算師計好晒數㗎啦咩咁點解隨住每年個歲數我哋會加價之外，額外有機會喺某一個年度都會額外再加多啲啊？咁而家咧係保險公司佢如果額外再加多咗嗰個醫療費，佢都會每一年咧有一啲通知書、週年通知書我係提嘅人客醫療保費嗰度咧，我哋就今年加多咗咁提嘅人客咧都會好明顯知道，醫療保險加咗價喎。咁主要加價兩樣嘢啦，一歲數變大咗啦，第二咧就係保險公司全線喺某一隻產品全部喺呢一個歲數層面，我哋全部都加咗，例如10% 咁人客就會俾多咗保費。後生人客咧其實唔會好覺嘅因為佢哋個保費加10% 咧，相對都唔係好多。但係如果超過60幾歲嘅人客，佢交緊嘅保費可能已經係3-4萬嘅時候，如果加10%咧，4000-3000，咁個人客相對就會覺得點解好似加咗好多咁咧醫療保險加價係咪就係保險公司想賺多啲即係有陣時即係我哋作為客人就會咁諗啦但係事實上咧就我哋要還原翻究竟點解佢加價先？佢用乜嘢理由加價先即係你亂咁加價都會有人投訴噶嘛，係咪？做生意咧，即係我哋都要講口碑、講品牌啦。香港嚟講咁即係有一間最大嘅保險公司啦講緊咧有200幾萬人都係幫佢買醫療保險，即係每3個咧就有1個係佢哋嘅客戶啦。咁仲有其他細嘅保險公司，大家去佔嘅市場佔有率啦。即係你話有醫療保險咧，係都係好普遍嘅喺香港加上5年前咧，政府咧加嗰個自然醫保去扣稅之後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客咧，會因為扣稅嘅原因咧而為自己買個保障。原因係佢哋都知道入醫院咧，相對係非常貴。而家好多時我哋同啲人客搞賠償咧，閒閒地一個即係小手術入去跟進，都可能係10萬蚊嘅人馬嚟㗎啦唔細。咁你話一個人客，譬如可能佢無論買普通嘅自願醫保或者買啲叫高端醫療都好啦，可能佢一年俾緊7000蚊保費，但係佢有喜事入醫院就賠10萬蚊，即係嗰個槓桿咧都相對大嘅亦都因為呢個槓桿咧，客人所以先至會買嘛，係咪？除咗你話普通嘅中小型手術啦多人做之外啦，咁其實喺癌症裏邊咧，保險公司咧喺過去呢幾年咧喺高端醫療咧，事實上賠嘅銀碼係非常之大嘅。隨時一個乳癌啦都600幾萬啦。早即係1-2年前係啦，即係佢哋都有公布一啲賠償嘅報告啦。單一 case 最高賠償，譬如男士肺癌咁900萬女士乳癌或者肺癌咁又有800幾萬。咁呢啲客人其實佢一年都可能係俾緊萬零2萬蚊保費嘅啫嘛。就算當佢60幾歲，俾緊4萬蚊、5萬蚊保費都好，事實上咁唔好彩，佢真係患咗癌症嘅時候咧，喺高端醫療咧講緊喺唔好話1年之內啦即係可能喺5-6個月之內已經賠到900萬。咁個槓桿係事實上好大，亦都因為呢個槓桿，所以咁受歡迎啦。呢啲保險精算師應該係計個數，究竟應該收幾多保費係啦，就即係出到呢一個保障額啦咁而喺呢幾年咧，醫療通脹咧就平均每一年都係有超過8% 嘅通脹嘅咁你連續即係5年嗰個通脹咧，講緊係超過你85中40都超過40%至50%嘅啦，因為有某一啲年份嘅通脹咧係超過10%。咁即係話咧喺5年之內咧，本來一個手術係10萬，而家就變咗15萬啦。即係當我哋具體化嘅時候，咁喺一般我哋平時嘅生活消費咧，個通脹只係3或者3.5%。
咁同呢一個嘅每年平均有成8% 以上嘅通脹咧，係相差好遠。再加上連續幾年都係超過8% 以上咧，嗰個複息嘅通脹咧就真係好厲害。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儲錢嘅利息可以咁樣儲到咧，就開心啦嚇。哇！醫藥費加得咁多，係咪醫院哇真係亂咁收費咧嚇？即係好多外地嘅人客咧都會同我講，好讚賞香港嘅醫生同埋香港嘅醫院，因為咧佢哋喺唔同嘅國家旅行或者係第二啲國家住都好啦，佢哋都嘗試過喺唔同國家醫院都感受到香港嘅醫療人員啦個專業程度啦、人心仁術啦，再加上醫院嗰個裝修啦、服務啦、乾淨程度啦，佢哋都係覺得香港係頂尖級嘅最好最安心。我哋有呢啲嘅條件，所以令到啲客人都會嚟香港入醫院啦嚇。醫療技術方面咧，香港真係會引進到最新嘅醫療技術啦嚇。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諗個零月前啦嚇，李嘉誠先生亦都捐咗600萬美金啦嚇。咁有2部嘅最先進嘅儀器係可以幫助醫 cancer 嘅嚇。咁1部儀器就300萬美金。2部就600萬美金，另外佢再資助咗20個醫護人員去外國學點樣用呢部儀器嚇。咁香港係好幸福嘅，即係我哋係即係可以用到最新最先進嘅醫學科技。咁而家你話有一啲係用機械臂啦去幫人客做手術啦，咁都係有好多嘅專科已經係用緊啦。以前咧我哋就叫做微創啦嚇。但係而家就已經微創都有少少落後啦嚇，而家係用機械臂啦嚇。咁每一個進化咧，嗰啲儀器咧都係最新啦、最貴啦，同埋甚至乎嗰啲儀器好多時咧都係一次性嚇，即係用完就要抌噶啦，冇得重用。咁變咗嗰個成本相對就即係嗰個病人就係要買嗰個儀器啦。喺以前年代咧，我哋一聽到話肺癌或者 cancer 都覺得好似死梗啦嚇，都好灰啊。不過而家嘅年代，而家嘅醫藥咧真係嗰個存活率咧係高咗好多，真係70%嘅人都可以活超過5年。咁呢一樣嘢咧係即係科技啦、醫藥啦。咁但係每一個醫藥，例如早10年前我哋成日聽嗰陣時叫標靶藥，就覺得哇好似好先進啦。但係跟住咧又講有一啲叫免疫治療啊嚇，咁跟住而家有啲叫質子治療啦嚇，不停都有最新嘅醫學。但係每一個新嘅醫學咧都講緊閒閒地一個手術係幾十萬以上。用到嗰個技術嚇救翻條命，咁當然每個人個價值觀唔同啦。但係如果你話一個我哋叫普通小康之家，又點能夠咁攞到隨時50-60萬嚇，甚至過百萬去醫自己咧？喺呢10年，香港好興嘅高端醫療亦都係興起啦嚇，因為高端醫療可以保障個範圍嘅額，甚至乎免找數嗰個方便，亦都令到大家係容易咗、安心咗去做手術。